最近咧網上咧就流傳咗一段咧爭執嘅片段啦，事發地點咧就響呢個麥當勞啊，涉事有3名嘅學生啦。影片一開始咧可以見到咧戴眼鏡嗰位咧情緒激動啊，之後隔離嗰個男仔咧就用手咧捉住戴眼鏡嗰個學生。而前方嘅肥仔咧，一開始咧就見到咧，應該咧係用水咧兜頭淋落眼鏡仔度啊，之後咧就用手咧打落眼鏡仔塊面度，甚至咧打到佢咧飛甩眼鏡啊！之後眼鏡仔咧就開始反擊啦，用橙汁咧咁啊直接潑向呢個肥仔度啊！最後咧有一個嘅橙衫嘅阿叔啦，直接咧用手咧推開呢個肥仔啊，撞到去呢一個嘅麥當勞嗰張凳度啦。跟住肥仔就話啦：啊，佢打我喎！咁跟住咧呢個影片就結束咗啦。有網民咧就話咧佢哋係就讀喺杏花邨嶺南中學嘅，然之後咧亦都有自稱自己係肥仔事主啦，話對方咧攻擊佢先啊。咁最後咧真相係點樣咧，亦都冇辦法得知啦，因為件事咧就冇呢個前因後果啊，應該係中間嘅時候咧先開始錄影嘅。